當然，國家天高熱的疫情嚴重，咱國內帶病入境就已經有28例。佮加上講，今年是聖嬰年，天氣燒熱，就是為着要來防止天高熱的這個疫情變嚴重。台南市府決議講對4月初一開始，若查到陽性這個探病源頭，就要處罰。雖然講目前拄啊入春，也毋過氣溫偏暖，台南市為着預防天高熱威脅，最近台南市幾個社區已經開始做社區巡檢，主相關程度。網糖愛注意。毋但廣播里長也傳領志剛家家戶戶宣導，都驚一個無細膩櫥水的所在，都正做白網糖的主相關。阮攏會注意，伊攏會宣導宣導互阮維持這個環境安尼啊。看到攏愛倒倒，攏愛倒拍安尼吼。安尼較袂有蚊蟲的產生，特別是如果有儲水桶，一定要加網加蓋。就因為最近東南亞國家天高熱嚴重，到3月26日，國內已經累計28例境外移入病例。台南市決議採取強硬手段。自4月1日起至年底，一旦查獲陽性滋生源，將依據傳染病防治法，處3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罰鍰。今年是聖嬰年，可能氣溫偏暖，加上目前水情狀況較熱，民眾搶驚的櫥水，若管理不好，只需要0.5公分的積水，就會當予白網糖滋生。專家提醒，也是未來防疫課載重點。好幾年，像台南2015年啊，2027年也是一樣，都是遇到這個聖嬰年啊。當然不是說聖嬰年就一定會有這個登革熱的發生。不管怎麼樣，過去幾年的經驗啊，大概聖嬰年跟登革熱流行啊，大概是有正相關的。但金星強調，目前台南市府防疫也無特別警戒地區，也毋過也呼籲一定愛細膩謹慎，尤其閣是聖嬰年，熱天做勢場合人濟，利用化團氣體管，環保單位愛提前清除主相關噴藥啊，才會當確保袂正做群聚點。記者綜合報道。